今日2025年5月7日星期三，財經頻道，今朝經濟速睇，上海證券指數收3316點，昨日升37點；香港恒生指數收22,662點，昨日升158點；美國道瓊斯收40,829點，升389點，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2199，紐約黃金報3433.02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報59.19美元一桶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309。周二5月6日 A 股5月首個交易日開門紅，上證指數翻3300點以上，近5000隻股票升，5一假期人民幣資產勁，港股最搶眼。恒生指數5月2日飆1.74%，科技指數升超3%，科網股大頭衝，離岸人民幣假期升值近900點，創年內新高。5一消費回暖 ，AI 技術加速，市場情緒好轉，5月或有風格切換，科技成長板塊有望活躍。周二5月6日，美國對等關稅落地，影響出口同企業預期。4月中國經濟擴張放緩，4月財新製造業 PMI 錄50.4，跌0.8%， 3個月低位；服務業 PMI 回落1.2%至50.7， 2024年4季度以來最低；綜合 PMI 跌0.7%至51.1%，大宗商品價格指數109.9點，跌3.1%，受美關稅同國際商品價格下跌影響。專家話，人民幣急升因美方關稅態度變，同國內穩經濟政策撐腰。周二5月6日，港元對美元觸7.75強方兌換保證，金管局接78.12億美元沽盤，注資605.43億港元。金管局話，港元強因股票投資需求增，南向資金流入多，加上未來2-3個月係派息期，港元需求仲會有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唔會為同中國談判取消關稅。有報道話，歐盟若談判失敗，計劃對1000億歐元美國商品加徵關稅。周二現貨黃金升穿3400美元一盎司，4月22日以來首次，日內升近2%。周二5月6日 A 股三大指數齊升，上證指數升1.13%報3316.11點。滬深成交超1.3萬億，4962檔股票升。4月回檔後，市場憂慮減，科技自主方向有機會。5月 A 股或仍收復行情。周二5月6日，港股三大指數升，恒生指數升0.7%報22,662.71點。機構睇好港股相對收益，中美關稅風險緩和，美國經濟下行，海外資金有再配置需求。周二5月6日，美股三大指數齊跌，道指跌0.95%報40,829點，納指跌0.87%，標普500跌0.77%。美聯儲開特朗普對等關稅後首次議息會議，關稅陰雲加劇市場憂慮。美國3月貿易逆差創歷史新高，達1405億美元。因企業趕關稅前急進口，高盛話近期美國經濟唔會衰退，第二季 GDP 增速預測由負0.3%調高至2.4%。歐元區4月綜合 PMI 跌至50.4，服務業 PMI 跌至50.1，企業預期指數跌至55.1， 2022年底以來最低。今日生活逆數5月7號。乙巳年4月10日鼠日沖馬，生肖兔龍平狗，狀態好。鼠、猴、豬狀態 OK， 蛇一般。牛、虎、馬、羊、雞要小心。當日配色：黑色最旺，綠色順，黃色啱談判，紅色麻麻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